桃园机场伫今年3月时阵，掠到香港的旅客利用石膏的工艺品甲毒品运来到台湾，现场是查到第1级的毒品海洛因2公斤外，同一天也有掠到另外一个共犯。专案是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机场海关的人员好咧甲这个石膏工艺品撬开，现发现这内底有藏第1级的毒品海洛因。 加上外口的包装，拢总是2.15公斤。有了哈，有了海洛因。托运行李内石膏工艺品夹藏海洛因，计2.15公斤，市价预估高达新台币数千万元。这个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7日，航警在电工机发现托运的行李内底，这个石膏工艺品哪像有藏毒品。惠东海关锁定为吉隆坡带回轮机来台湾一个66岁香港籍小娘的嫌犯。 当伊咧领托运行李，准备要通关的时阵，甲伊临检，当场查到海洛因。同一天，佫伫桃园机场入境大厅拘提另外一个共犯，是香港籍阿惠姓张的嫌犯。专案小组立即循线，缉获潜伏于犯嫌身边之同案押获港籍共犯，全案共查获2张等2嫌。这个石膏工艺品藏毒品的案件，拢总查到2个香港籍的嫌犯。 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制造、运输、甲卖第1级毒品的人，无分国籍，上重会当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